一大波業主因為買到爛尾樓而開賬號維權。我開頭都以為一大波業主開賬號係好多人買到爛尾樓，然後又起咗好多個短視頻賬號去維權。後嚟我先知，原嚟係有唔少人買到爛尾樓，但係起號嘅係得呢一個。你以為你吹吹牛皮我就會信嗎？一對山東嘅小夫妻咧結婚買樓啊，到而家呢個小朋友咧都2歲幾大啦，都仲未交到樓。於是乎咧，阿人妻咧就憤而開號，每次發視頻嘅開場白就係：大家好，我是專業腐化業主，我們的房子已經逾期3年。然後先至再講其他嘢嘅。我諗好多人咧都會有諗過咧，通過去發視頻咧為自己被侵犯嘅權益而發聲，但係礙於咧發咗都未必有流量啊，亦都唔係咁容易講清楚一件事嘅來龍去脈，所以就放棄咗。而呢一位人妻發嘅視頻咧，亦都冇講太多嘢，但係流量真係相當驚人。坊間稱佢為擦邊維權第一人。哎呀，厲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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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但偏偏人家就回應話：我呢啲係正常穿着嚟嘅，並冇去擦邊，仲要同老公一齊出嚟回應，帳號唔帶貨，亦都唔接廣告。如果係咁，只要中原御府花園一日唔交樓，我相信咧佢啲視頻就會一直發落去。你話呢個世界幾咁荒唐啊？前面有自己買咗爛尾樓去維權嘅業主，硬生生自己走去考，轉行做埋律師添。後又有人妻話拍一啲自己話唔係擦邊，但係啲網友話佢就係擦邊嘅視頻嚟維權。而更荒唐嘅係，居然仲有唔少人留言話睇睇下，反而真係唔多想呢間房地產公司咁早交樓俾佢，唔係就睇唔到佢發視頻啦。雖然我明嘅，你班友仔係搞爛 gag 嘅啫，並唔係咁黑心。但係回歸現實啦，你付出咗大半世積蓄，人家一唔係走佬，一唔係就話資金鏈斷裂，就可以無視你嘅權益，而並唔需要付出幾大嘅代價。我就算真係有意通過擦邊嚟博流量，等多啲人知道，施加輿論壓力，為求幫到自己爭取權益，我都算對你好仁慈啦啩。但諗深一層，我已經好大損失噶啦，我仲要通過選自己，要未必可以對你有情節，甚至都未必可以攞翻我本嚟應有嘅嘢。咁你話呢個係邊個嘅錯呢？嗱，你班友仔唔好急住去睇人哋個賬號先嚇，我正正經經請教大家，做正確嘅事，要付出嘅代價可能會比你想象嘅要大，甚至要你犧牲更多。而呢個過程中，仲會俾人笑你螳臂擋車，甚至污蔑、誹謗你，最後都係徒勞無功。呢件你認知當中認為無比正確嘅事，你仲去唔去做？點讚啊正能量！